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看过我的胯下吗？什么啊？我们都在做，只是不适合。我要的，我现在做不到。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看过我的胯下吗？什么啊？我练高叉，高叉，我现在流行看那个胯骨，对，不是下，吓死人！想看胯下吗？胯骨，对，我现在上面都包很紧，然后露胯骨这样子。可以吗？不晓得，我以前没有注意过。那你没哦？我很乖，我很乖。我想说来一点不一样的。好。真的很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我整个腔调，整个腔调。